又搁发生校园霸凌，这是桃园中立某一间国中一个8年的查某学生，可能是长期和一名9年的学生霸凌。伫顶礼拜六学校举办活动的时发生冲突，尾仔雄想袂开，就走去跳楼。经过抢救，目前学生还搁在家护病房。看到真平静的国中校园，发生8年级的女学生跳楼的事故。有民众讲，这个女学生若像长期受到一名9年级学生精神的霸凌，可能记载袂掉怎咧跳楼。紧急救护送病院，目前已经完成开刀，在家护病房继续观察。发生这样的意外，我们其实都也很舍不得了哈。那但是呢，事情发生，我们后续的处理，尽速的做成一个霸凌的调查的成果，然后呢厘清真相。学校表示，这个查某学生伫学校真乖。之前家长嘛无反映过有霸凌的情形，市长刘善政伫人面册铺文讲，受伤的学生因爸母讲，这个囡仔真善良，因敢有一个诉求，希望会当调查清楚到底是啥物原因来跳楼。市长嘛甲因挂保证，绝对会调查清楚这件代志的真相，所有监视器的画面拢会保留，而且接受调阅。今天一早已经在学校里面做反霸凌的宣导，同时对于这些疑似施暴的这些同学也开始做一些辅导。目前学校已经进行校安的通报，启动霸凌调查小组，要赶紧理清代志的头尾。嘛针对受伤的学生因迄班的同学做情绪辅导甲减压的活动，学校霸凌的事件袂少。因应最近这几年霸凌样态变化，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法。不过，立委认为讲定义无明确，恐惊会造成学校第一线这片有困难。没有权力不对等的规范，所以这变成说，未来我要在判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空间。师对生的霸凌应该要更明确哈，定义再扩及到做体育训练的老师。19日法院针对校园霸凌防治举行公听会，邀请各地方教育局处来讨论。除了讨论霸凌事件调查的程序，嘛点出辅导当事人学生的工课，称在无受重视。应该予机制较周知的。教育部官员表示，各界意见拢会参考甲建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